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5章。过一段时间，到挂麦仔的时，参孙带一只山羊仔去找伊的某。伊对伊的丈人讲：“我要入去房间找阮某。”伊的丈人毋准伊入去。丈人讲：“我想你足摕伊，所以我将伊嫁互你的伴出来。伊的小妹比伊较水，你通娶伊。”参孙甲伊讲：“即边我有正当的理由对付非利士人。”参孙就去掠300只狐狸，将因两只的尾拔做伙，佮将迄尾拔伫狐狸尾的中间。伊将迄尾点倒，放狐狸入去非利士人的麦园，将挂好菜伫遐，甲还未挂的麦仔拢烧了了，连葡萄园甲橄榄树嘛拢烧去。非利士人讲：“这是啥人做的？”有人讲是丁拿人的囝婿参孙，因为伊的丈人将伊的某嫁互伊的伴出来。非利士人就去放火烧迄个妇人人甲伊的老爸。参孙对非利士人讲：“恁既然做即款代志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毋放恁煞。”参孙就出动手攻击因，杀死真侪人。后来，伊落去住伫伊坦的石洞内。非利士人去扎营伫犹大，伫利希排阵。犹大人讲：“恁是安怎上来攻击阮？”因讲：“阮是要来掠参孙，伊安怎对待阮，阮嘛要安尼对待伊。”对安尼，3千个犹太人就去伊坦的石洞遐，甲参孙讲：“你敢毋知非利士人压制咱？你哪甲阮惹遮大的麻烦？”参孙应讲：“因安怎对待我，我嘛安尼对待因。”犹太人甲伊讲：“阮来要甲你拔起来交互非利士人。”参孙甲因讲：“恁着就抓，恁袂害我。”因对伊讲：“阮一定袂害你，干焦要甲你拔起来交互非利士人。”因就用2条新的绳拔参孙，对石洞甲伊带出来。参孙到利希，非利士人就惊活去，对伊大声喝。上主的神大大充满伊，拔伊的手的绳就亲像火烧过的麻绳，对伊的手落落去。伊看到一块还未焦的驴仔的喙皮骨，就捡起来，用来拍死1000人。参孙讲：“我用驴的喙皮骨拍死1000人，我用驴的喙皮骨拍死人，一堆搁一堆。”讲煞，就将手链的喙皮骨迄角，迄所在就叫做拉末利希。参孙非常喙焦，就求叫上主讲：“你既然互你的仆人大胜利，哪通互我的喙焦甲要死，互无受割礼的人掠去？”上帝就互利希纳厄的所在裂开，水对遐冲出来。参孙啉了，元气恢复，迄个水泉就叫做温哈格利，到今仔日还伫利希。以色列人互非利士人压制的时，参孙做士师20年。